答得越完美，越快被淘汰啊！你以為背熟晒啲標準答案就係名校想要嘅優才？錯晒啊！你親手將個小朋友變做一部冇靈魂嘅機械人啊！90% 嘅家長都喺度毀滅緊細路嘅好奇心。你逼佢背罐頭答案，面試官聽咗1000次啦。呢種虛偽嘅成熟咧，只會顯得你家教好功利啊！心理學真相係死背會鎖死反應啊！當面試官一問，喂，如果你係一隻螞蟻會點啊？背書嘅細路會即刻崩潰啊！名校要嘅係思考力，唔係記憶力啊！真正嘅名校邏輯係靈活聯想，唔好教佢背晒全句，要教佢由觀察出發，用佢自己嘅童言童語去包裝邏輯，咁先至係真高質噶嘛！容許唔完美嘅答案，一個有瑕疵但有思考過程嘅回覆，比起背出嚟嘅百科書更加有感染力。呢種先係名校要揾嘅原社。打開溝通嘅中軸線，教佢表達感受而唔係知識。當一個6歲小朋友流露出真誠嘅眼神，面試官個心先至會被融化嘅。用真實感贏得錄取信，咪再將個仔訓練成一式一樣嘅工廠產品啊！一個有靈魂、識思考嘅細路，去到邊都係搶手貨啦。想知仲有邊3個面試時必扣分嘅答案？WhatsApp我 send 份面試反擊邏輯清單俾你。Follow 我，用邏輯贏格局。